珠海，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城市，唯一與港澳陸路相連嘅宜居城市。山水相依，氣候溫和，係全國唯一一座以整體城市景觀入選中國旅遊勝地40佳嘅城市，亦都係第7次奪得宜居城市冠軍嘅濱海城市，更加係最理想嘅退休養老勝地。珠海玉海國際康養城，依山而建，背靠3700畝將軍山森林公園，親近大自然，空氣清新，環境寧靜優美，可謂入則寧靜，出則繁華之地，開啟優雅退休生活嘅康養居所。交通方便，康養城只需10分鐘便可直達港珠澳大橋口岸。而距離最大型嘅購物中心僅5分鐘，生活配套一應俱全。我哋提供多款舒適服務單位，面積由270至837平方尺，由開放式套房、1房至2房到專業護理套房，間隔方正，而且戶戶向南，全屋通風，空氣流通，採光充足。獨特單邊內廊佈局，一邊全景通窗，採光充足，讓你每日都生活在陽光與美景之中。康養城駐有專業醫護團隊，更設有3甲醫院綠色通道，24小時為健康護航。多元化活動，恆溫泳池、水療、多功能室、健身室以及中餐廳、自助餐廳、日落酒吧、咖啡吧、共享廚房等主題餐廳，可提供粵式早茶、點心、國際美食同素食，完美配合，一站式娛樂、社交、健康、飲食需求。另外，私家車位充足，方便自駕及探訪親友。結合星級酒店服務標準，專為港澳居民及海外華僑提供專業國際康養服務。入住期間，生活專員提供悉心日常服務，定期入屋清潔、小型家居維修，甚至乎穿梭小巴來往口岸及鄰近商場購物。整個團隊精通流利廣東話同英語對答，營造舒適瑜伽嘅生活體驗。全屋已根據用家需求設計，每一處都充滿細心同體貼。空間寬敞，預留輪椅迴旋空間，全屋防滑地板，有效減低滑倒風險。傢俬全部採用圓角防碰撞設計，多處設置緊急呼叫系統，提供24小時守護服務。多組光源設計，配合不同場景使用。大面板燈掣高度適中，輕易操作。座椅設有扶手同靠背，坐得舒適，起身輕鬆。無障礙設計，門口寬敞，設有安全扶手及緊急呼叫系統，可調節高度花灑頭，適合不同身高人士使用。室內外智能監測系統，時刻保障住客嘅安全。康養城旁邊設有玉海山谷國際幼稚園，在同一社區內開心跨代互動，人氣十足。人生下半場，須懂得選擇有尊嚴、更逍遙、迎合自己嘅生活。玉海國際康養城就係你最佳嘅康養之家。